要加一些胡椒粉冇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用哦，阿用爱老爱秘密武器啦，我们讲了。因为观众朋友也知道了，我们这位姐姐叫做壁咚阿 C， 壁咚记，有常常被壁咚嘛？壁咚，被壁咚。你有被壁咚过吗？还没。来。来。你敢攻哦？我发现理事长哦，你赶快走，我去。修好嘞。啊，你好呀，哎呦，怎么来修嘞？那你要转圈圈的啊。阿 C 因为来听明白嘞哈，啊，你都忘记要一边讲一边做了。不是因为你太帅了，哦，这一句是重点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韓劇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主，我係中白票。今日同歡喜呢來到呀新竹天氣哦。哎呀，你呢個新竹最有名係乜嘅嘛？新竹最有名嘅除了風，還加有講。對，因為聽說最近那個光臨藝術節剛結束，所以新竹是非常的風光。哎，錯，講到情景動吼，就應該是想到風廚師婷婷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就分享到嘅係邱玉涵師傅。大家好。玉涵阿姐好，大家嘅分享到嘅係新玉皇師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。鳳哥好。好，三好來呢，馬上來分享到風吹來自新埔嘅亮子阿嫂，分享到貴族記老拳偶記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哇，記得梁生因為啲嘅風水嘅，喊做風色嘅衫。對啊，而且面有風啾誒。係啊，來看一下藍色嘅改片係唔係藍啾？好啦，看一下藍色呢片咧是新埔嘅表姊妹哦，係親屬見到裝皮多。大家好。方生。等一下，大家好。你們身在藍營，心在紅隊哦。這是應該的。不是，我的先生很熱情的，穿紅衣服。哎呀，今日趙妍姐要來參加過誒。好，馬上來想問一下馮翠兩位姐姐，都帶啲新埔兩道味，有推薦乜嘅好搞好食好料嘅冇？新埔嘅有3街6巷9宗祠。哦，那個有肉結係冇？還有。一條粽子，係嘛？哎，還有這個6巷哈，全部是有來的，全部做到清醬。哦，來看一下咱水里阿片哦，就係哦，哎，好像是一個活動，我推薦大家去係嗎？嘿，你啱到大家報過來先哈，推廣你啊進步，有隻媽祖廟歷史哈有800年嘞，幾大白啊哈，天穿日的時節，這就出孫。繞境啊哈，那個櫻花燈活動啊，所以花燈嘅櫻花燈有比賽啊，有花燈，無香嘅花燈，誒你有解嘛，非常係鬧熱，基本大家人到時節來嚟先不了。重點係啲唐宮有幾個有解係嗎？哦，有比賽啊哈，有。誒是採姐嘅比賽，佢拿到第1名。蔡天然推薦呢是最讚到嘅哦，唔過呢三下來哦，準備好勢咯。好，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歲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啲下關地度呢，睇自家都丟出啲本燈來咯。他感應的本燈啊，是有非常深厚的功夫的，都是要用時間慢慢的釀造。就像俺風水兩個，按到咪將冬瓜，知唔知叫嘅？了年人咯，年人嘅哦，去年做到了，去年佢就為了今日要來比賽，就想準備起來呀。準備看，去年就報名嘅哈。看，佢今日要哪樣年人嘅將冬瓜帶來嘛料理咧？將冬瓜香肉結，誒，當香嘅肉就錯誒。好啊，但係豬肉。無豬嘅豬肉，哇！豬肉，用哦，已經懂咗。呢就是講鮮詞嘅，鮮詞啊！他們都是豬肉賣槍槍嘅。哎呦，嘅老豬骨要搞廣告嘅，真係好嘅哦。是的啊。那你等下要切純嘅就唔能再轉移哈。冇問題。好啦，要新醒目，要加油！
动厉害哈！你看一下，咱水疗片哦，咪带来动厉害嘅秘密武器哈。你係買東西？哦，這個做嘅網頭醬，自家做嘅網頭醬。你睇網頭醬係用嘅這個技術啊哈，試下點樣去做出來，發酵這個非常非常嘅香。是。啊，見唔見有人拿嚟啊？動厲害嘅網頭醬做埋料理啊？做網頭醬。炒烏殼，烏殼哦，街下問阿姐哦，佢講哦，哎呦，呢屋卡做嘅烏殼哦，從來唔需要開過，完全不會。等一下嘅比賽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動厲害！加油咯！天場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來！做完呢節目吼，因為都唔會夠黏呢。因為大白吼媽媽就算係有來過來，他們也要帶來新的菜色，很幸福哦。希望他們兩個都得到3000塊。好，很棒這件事。好 ，OK。稿費要付出哦。哦。為什麼要給他捏一捏？沒有，抓遐按下。等下會煮肉啊吼，多張有香，少有唔按香，所以我會來重重啊，你按下不然後必做的。那你今天為什麼要帶書法紙來？要寫書法。千張紙。該凍醬嘅辣椒係馬上切嘅。對。你安強哦，有冇安厲害咧？上學嘅啦。你係做乜嘅？你係叫你係香料，香菇肉會落去。上冬瓜，係葱嘅係嘛？係葱啊，韓國筍條。哦。剛剛用咗加一些胡椒粉冇啊？哎呦，很椒。啊，因為有上冬瓜是唔是頭油咧吼？就唔是咧啦。我會睇鹹。係哦。今日嘅快餐也到咧，等下我包地瓜呢。不錯，下我夠切。切條係啊。係，係素薯粉啊哈。素薯哦。素薯粉。點落去吼，下做啲固甜啊哈。還有粘性啊，係嗎？哦，啊，做乜多水？打水，打水。你的秘密。好不秘密哦！打水啊，你按人打了啊，肉啊是唔硬啊。阿勇，那我秘密武器啦，我們講了。唔怕，因為你也觀眾朋友也知道了。都定下個都出嚟哦，好。哇！來！姐姐，我今日已經有問哦，你偏做下，一個午後啊，嗬，我送白色噶哈，是要放滾水哦。係啊。我用嘅處理技巧唔會係用熱蓋啊。一升糖果，用水滾滾嘅糖果，放一些一啲鹽，一啲嘅酒，一啲煮一些用薑麻絲去煸，去煸下時間啦哈，你滾咧差唔多咧，往去上食一落去，好，然後去煮叫入門，看嗬水從啦，一啲嚟嘅肉皮啊，乾肉豬肉都可以。阿姐，你係來挺明白咧哈，啊你都忘記要一邊講一邊做了。不是因為你太帥了，這一句是重點。那你離開好了。好啦，呢個勁咗，不過依家用秘密武器嘅網頭醬嘛，但是我覺得它旁邊嘅網係嘛，這是自己煸出來嘅係嗎？對，哇，你家燒嘅。哇，一個也有啊哈，舀飯就當好食咯。係啊，啊那個火輪子係馬上切的。唔愛切的。你有冇安強哦？安強呢？哎呀，係現代片好嘅。我是這個自創啊，自創怎樣？嗰個打醬一直學啊。哇，動厲害。要水滾的哦。好。我先同個烏學嘅嘛。正常烏。好，了染啲了吼，染到米酒。對，一落去將佢一個啲嚟染。啊，同埋個料吐出來，會成烏學落嘅網頭醬強下炒啊。因為梅頭冇強壯啊。哦。因為佢上上兩加過去啊。姐姐有那麼妙嘞。我們這位姐姐叫做壁咚阿姐。壁咚記，就是這種被壁咚嘛。壁咚。被壁咚。你有被壁咚過嗎？還沒。來，第一次表現給他吧。我們這裡有這麼多好的選擇。來，你睇到不要慌。千萬不要第一次就這樣毀了。來咯，你數到3，1、2、3。有感動嗎？有。
好尴，这一段好尴尬哦，导播会剪掉吗？我刚刚想说，我有检查一下他有没有拿刀子。好，先不你走一下。好，来。哦。哎呦，为什么要铺平平的？剪好剪啊。它泡好好。那用我剪几多件？做3件啊。3件，牛有拉么？拉啦。那可能牛冇，係有。哦。啊，你切點菜去定下個？該擺盤呢？哦，擺得漂漂亮亮的。哎，風吹睇係咪要先燙過啊？冇燙得。燙熟嚟哈。係，唔得幾熟。那個四季豆要包落去嘅。哦，剪啊。有，浸進內香兒。進內香哦。那要學到啊。唔使緊張。冇緊張。呀，豆腐卡接上煮下蔬菜冇？有。一當功夫誒。係啊。係啊。公園嗰隻落去太瘦就係。哦，好哦，太瘦窮太脂窮用嗬。看，呢兩隻阿嫂真緊感情動好。對啊，呀，觀眾朋友看到我當甜先，當到自瘦是非那種。哎呀，都在比誰的小孩厲害啊！不會啦，你在講你們家嗎？這就完成一點咯哈。好。好，今日我放喺你先高裡哦。哇！你阿父先吹過嘅啊？就冇嘢嘅時間會按照，要皮落香麼？要哦。當香哦。你阿片係芥椒，你阿片未係芥椒啊？係錯。哎，你剪過當成鹽蟲誒？係啊。鹽蟲是經常嘅事哈。要哦。那芥椒唔是先入過哦？哦，要。這個呢？要入過咧。入埋東西。你用黃頭醬嗎？梗係黃頭醬。哦。哦，啊，你喺香菇前菜先煸到哈。係。你風吹挑就先燙過嗎？要燙過咧。要燙過咧。個油未倒落去啊？哎呀，哎呦，我水果之後長大咗之後唔會散開了喲。唔會啊，唔會面皮咯。當好啊。這個是自家種的菇係嗎？係自家種啊。哎呦，你全部的實測攏自家種的啊？係呢，就喺中漢的啊。中漢的哈。我係個呢，客家美食創意協會的理事長呢。哦。知道哈？對，因為我常常有教學啊。哦，冇怪啦。哦，個雞肉還蠻標哦。土雞嘛。好啊，牛你先過來咯，哦，加油！我發現理事長哦，你趕快走，我先開咧。好，你開啊！哎呦，走嘞！你哋要轉圈圈嘅啊！好嘞！好漂亮！好嘞！好嘞！安子好嘞！好嘞！還有切嗎？好。好，姐姐，有幫你切。我知呀，係咩老人做嘅泡油條咁樣？哎，你好厲害哦！哎呦，漂亮！掌控得當後啦。真的，哦，帥啊！搞成衛生紙，那邊有手套，還有衛生紙。看就是兩記做啲半記起起咯呀。姐姐，我丟丟輕點嗎？做啲半記擺盤一下。好，哎，阿楊威發，哎，你就來，你倒數咯，厲害厲害，好，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去試看下鐵關地度不卡嘅本地邊陲料理，乃不卡它針對咧。好，2次料理地度最主要呢，就係用一位不卡嘅秘密武器落去，先來試一下風吹嘅料理。看外邊有冇鋪到很素菜哦，它地背嘅肉吼，未挑到凍肚河，喺上過比例凍河。超好吃，而且佢哋都放嘅食材當對，快餐當飯，蔥誒有冇？肉配蔥就是讚。貴主姐，你家有滿意嗎？非常讚，當滿意。迄特別我看你有賺到一些，就會煮倆出菜係冇？會，一定係講太瘦嘅拿手菜咧。哎，錯。全國姐，你知道咧？挺好。係千中之，要按樣阿嫂很幸福哦，係當幸福，真嘅，大家賺了鬧熱，做到大家吃到歡喜時候。哦，媽媽嘅事。然後都問一下歷史中，那幾樣才去評價一下。做到就豐富啊，做到嘅鹹梅、甜梅當都好。大家都問一下，皮凍阿姐煮味嗬，對那幾樣才評價一下。有入味。
非常好嘛，又该冬瓜哈，客家的梅头啦，外皮又酥，啊，里面的味道有出来啊，非常好，赞。非常好，那个比美夫妻吼表现动好，不过咱算未动厉害哦。查查来试看哦，你啊菜色按到乜个？蒙头椒炒锅哦，夹夹来试咯。鹹淡呢調得嘟好誒，都好食咯。而且好叫落嘅負責落去地度，我所講你嘅鹹淡當拉麵啊呢，佢做之前抽樣版，當好，好，嘟好下。因為烏河冇按好料理哦，係，叫當到哎呀，結烏全部有落，用咪咪啊，不是，佢我之前知道咧。食槍槍誒，唔是講，好食食槍槍，很勁好食吼。即係你香菜哈，就每本來感覺講，有媽媽的味道。超，我講咪講，本來想到講捱尾頭個捱到做生意嘅時節哈，佢會助力的菜本來先，真好食。好，大家咧外問一下歷史中咯。自家咧講看，自家就係網頭醬吼，炒嘅烏殼或者當用品。因為係網頭醬，我要當用線去做，所以非常的香。真嘅？係咩？所以你都識到有個香味嗎？有哈，所以發酵嘅味。對，你感覺到非常好。你感覺非常好。對。我談看一下皮凍阿姐就感覺非常好嘛。本來是1碗飯呢，啊，當下飯可以吃3碗飯。哦，是安豆飯哈，真正凍厲害啊！因為個網頭醬哦，大家就聽過去食到哈，它裡面淡淡那個香氣，對，有個香氣。對。哦，韓國吼，伊就讓嘅可能食材嘅部分吼，即個仲係會真正厲害。對。啊，等下就來看一下兩位師傅用版評分咯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了，先來強烈牛韓師傅搶本分數。藍水，我們的這麼好吃。好，唔怕，大家來看一下阿峰哥搶本分數。藍水，哦吼，哇，哦，中滿哦。虽然2個都是拿出自家做的釀造菜，那個風味都做得很好。不過哈，藍翠哈，它的風味是每一個食材 me too 有做出來，所以給藍隊。我本封屯嘅想法是講，你要弄個鹹冬瓜係入菜的時間，因為做得多個鹹冬瓜嘅滋油啊。倒一點下去，不去入個肉的梅頭，甜甜是正常的安用嘅，哦。啊，我們本該藍隊吼，我上班時講，從個邱師傅講，佢個梅頭又一層一層又出來，安個加個黃豆醬又個醬香氣，醃的梅頭又炒出來啊，是正常的安用嘅啦，哦。凍好。謝謝。唔怕，小安講姐姐，比賽就按用較緊張，前輩2分。等下好不了去遲到轉來啊！是緊張哈，唔過呢，今日劉師傅按叫冇來啊，加冇本嘅呢分數，大家就看唔到天咯。好，馬上來看一下呢條師傅來出題菜咧，日出題菜。哇，喊叫冇等到，呢條師傅帶來嘅料理都乜嘢啊？阿妹米中炒肉。阿妹米中炒肉，啊，其他應該做唔得，只有阿妹。亞媽媽搞不嘢啦，亞媽媽搞的呀，可好吃啦。那今天有什麼食材呢？豬肉、後腿肉，然後這個是秘密武器，那要講出來自己做的辣椒醬。哇！然後這個是米醬，七千塔。該卵我知道，有啲盤啊。現在可以檢定嗎？紅蔥條。好，然後地內瓜。那我們先做那個我們的配菜。配菜。小黃瓜。要我先讓你鋪嗎？可以。先不要敷啦。這個是要敷臉的嗎？敷臉啊，現在可以先敷啦。伯謙，我有上妝。好。哇，那個豬油泡，那好棒哦，我好喜歡。哎，可以交給我婆婆。來，他超厲害，我好喜歡哦。因為呢，那個豬油在它泡的過程當中，就是很療癒。那你教大家一下。其實呢，要不用等比就好了啦。我們看邱師傅啦。好。安今有做汕頭菜哦，汕頭啊。一個旁邊的配菜小黃瓜，還有那個蛋酥。你嗱在我切好做乜嘅東西？等一下要配那個小黃瓜的那個顏色，是涼飯嗎？對，徐師傅開始標了回你。
回去了，我来主持就好了。哇，我发现理事长哦，赶快走，我去。想好嘞。好，你好呀，哎呦，走嘞，走嘞，那你要转圈圈的啊。好了，专业交给你。好，那我们要切那个红葱头，等一下哈要放到里面去爆香的，但是我们那个猪油要爆成那个猪油渣。哦，猪油。哎，后来我们是不是日剧时代？那时候就慢慢味噌有带进来。你那时候就出生了？没有，那是我妈妈的时代。我怪你要头出来按到阿妹啦哈。嘿，阿妹。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衍生出来的。问一下师傅哈，像那猪油的泡度差不多上到用半掌嘞，哦，好嘞好嘞。大概炸到上金黄色酥酥的，然后我们就要把红葱条下去爆一下。蛋酥不是要懂豆油懂层嘛？那张做所以现在教的是家庭版的。这样子我们就不用弄那么多油了。等一下泡安多的猪油会做嘛改啊？留下来炒菜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蛋酥哦，家庭版的有鸟粥哦。历史中没做在参详一下哦，可能让你的做法冇嘛共用哦。我们的油温有上来了，给论看一点泡。牡丹吗？可能母辣少系吗？冇，记得下底下炒油吧，叫越炒越干。对。对啊，本家油。绕软，叫为油会食到软地板。可是这样好像我们家一般的炒饭那样，对啊，炒饭去照。可是要炒都早安呢。对，所以油要超多。所以油绕软的1:1。对哦，软筋会筋开呢。对，它会膨胀。好，那个胀起来之后，等一下唔看到也米拖出来，蛋酥就差不多好了。所以安尼还忙啦。差唔多的哦。好，我差不多我火关铁了哈。我们要爆油。直接落去哦，天哪，那这个更可怕了，更可怕了哦，又烧哈。生意哦。好，要变化一哦哈。那靠脸吃饭的往后退。好，后位，谢谢。动向哈，哇！真脸。你也去到摇滚区哎。哇，你看哦，那你好，该佛罐铁嘞，给它自然那个油的温度。10度好，一会送冻度好哦。那你看我们这边蛋酥颜色已经抹熊桶比较金黄了。整个有这素素的感觉系哦。错吧？我你要吐出来个猪油哦，真紧安豆哦。所以我们的油是要弄起来的。你只要它的风冲条的香味哦。嘿啊，还有皮猪肉跟那个脆度啊。等一下剩下落去分给洗沙银系吗？带走你吗？等一下还有一罐必须啊。该大专呀，跑不让盆水这种事。交朋友啊，我细时阵有班人交个油呀，煎颗荷包蛋，对，啪啪，条油变来冻好些。大家都看一下，你要片个算蛋酥，该有素呢，素类啦，又素，又素啊，素强的呀，素强。哇，好，整个给我倒过来，好，生意啊哈，你靠脸吃饭的哇。哇，蛋的啦！睇下这边有比酸有蛋的啦，有香有酱，也跟猪油炸吼有辣椒的哦。这些都还要吗？两个？跟米中啊，香味出来了啊！有完全有香。线上一点下，比如讲后腿肉到猪油口的比例有嘛个？是6:4。马上系6。6是肥猪肉，4是瘦肉。 6个腿的肉啦，4个臭肉啦。哦，那是厉害咯。痛，拍摄。通。今天这集是婷出大菜。这个做法跟我们看某 Q 用后。哎呦，没顺眼呢。没事。哇，就要用炒起来绵的啊。找啊。炒皮照。 松松的，葱白先下去，把它的甜味炒出来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要炒都必着吗？对，但是它那个味道啊，如果说你要让它的口感有一点酥，硬香脆的感觉，要炒过早是吧？好，
那我们就先熄火。熄火，用嘛？那个調油是吧？調油，好啊。灌火之後長可以加調油哦。因為它還有鍋的溫度，還有餘溫啊。餘溫對。這個真的跟我們過去學的不大一樣。雅哥哈，我們做2種口味。好。好，一半。好，我們一半先舀到碗上面。好的。好期待哦。碗哦。貴州。哇，好豐盛哦！等陣先盤呢。哇，好棒哦！來講一下。徐師傅，你那沒吃完，等下給我吃哦。今下講韓文嘅書就像五花嘅大棒哦。這個辣，我要吃辣的，我要先爆。辣的凍我要吃辣的。而家啱啱燒開到，因為辣醬地位要加嘛㗎？櫻花蝦。其實也有加那個開陽，然後魚露，係咪魚就從 XO 醬啊？對，18熊。蝦米啊，蝦米。開陽。哦。最後我們加進9層塔，就有我們自己的客家風味了。哦。安呢，本徐師傅幫忙，我把那個小黃瓜，哎呀，做完蛋酥啊。對，等一下要把蛋酥放上去。雅哥小黃瓜有抓鹽巴了嘛？它有出水了嘛？那我們再3拜。好，啊，你要蛋酥不用蛋糕哈。哎，對，謝謝。哦，你要向廚師幫我。好，廚師幫我。好，不用當間做對啦。可惜。按做對嗎，師傅？沒醬油好哎。啊，怎麼個會寫3拜啊？寫3拜，把那個鹽分沖走，踢3拜好哎。等一下崩18桶。對，通落去。但是我覺得西沙阿姐哦，可能豆腐卡沒會其他路該先來掛哈。對，我真的好日式哦。其實我們客家的料理啊，台灣的料理都很有多元的風格，多元化的。對，真嘅。好，兩隻菜菜名，阿妹嘅蜜中炒牛，按用就好食咯。邱師傅按叫我帶來兩隻菜呢，就會夾不開，算是傳家寶。阿妹蜜中炒牛安呢，哇，睇起來吃看吶。安香哦，那它是都給地位多鋪嘅，豬油鋪嘅。最主要係蜜中，所以佢鹹甜，真勁同咱哋。你愛味素吼，安尼煮，尤其你加啲辣的，哦，很好食咯。很好食咯。想唔到講你嘅蜜中煮起來很好食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看一下，你剛才講的徐姐哦，藍隊這邊也是讚不絕口哦。對，都好食，因為佢香梅就炒出來，你就像傳統嘅客家嘅味道。睇落個日本嘅口味結合起來。係咩？鐵白看了米醬安尼炒了，配飯卷給弄紅，還有蛋啊，蛋酥我真的第一次看到這樣子，哎，餅條啊喲，哎，今天真的是大豐收哈，回去可以下廚。哎，你咪談看一下專業嘅戚師傅，然後邱師傅來講一下。徐師傅，你那沒吃完，等下給我吃哦。你係想啊，佢味噌油啊，啱咪係鐵白食過，真緊當好食。哦，啊，佢又加辣椒落去，真緊味道又更上一層。因為還有個鹽巴蝦嘅。係，當好食真緊，啱咪鐵白食到啱好食嘅個肉燥飯。啱係感覺吼，佢哋做出來做啲係比賽咧，以前係大條名嘅。真嘅同咱哋，睇起嚟有好起來嘛，剛剛有一點很多的小技巧，每一步都可以管天哦。好啦，唔講哦呀，按好食最主要是要給我們紅隊充電一下。頭前你雖然冇得到分數，唔講唔怕，要最杯米一罐了吼，睇起來叫我飆起來咯！馬上來進行最杯米一罐的挑戰。八邊料理網，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將係比米絲，咪愛比創意哦。
到底爱吹真系正经嘅把边料理无？一家之主，你谁来上菜了？好，东起太好，要给太隆重的，已经变成百宝箱了。你许愿就会出来买个东西哦。无论打开了还买东西，你的做法是有一种。哦，真的吗？搓冰啊，这个说不定真的蛮适合。没错的，其实我觉得是适合的。来，打开了，本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哇，荣国，永国哎，这是做搓冰哦。其实是可以的。我小时候很爱吃这个，可是我都叫爸爸剥，因为要剥的过后速度不补哎。哎呀，我小时候很不敢吃，因为我觉得像蝙蝠。有点像，其实它也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品客叔叔。哎呦，对，不是啊哟。啊不过哦，那中国做嘛个料理，邱师傅，法国蓝带主厨，听说去想法。其实一般他会下去干炸。哦。干炸，我知道，加一点粉。有一个什么夜市丰原那边的，那个是菱角酥，对。好，我来探看一下戚师傅，鬼点子最多了。你还简单的是煮汤时候嘞，盖汤。盖汤，你让的天又要去盖汤。你煲汤更好吃哦，这很棒。不过大家做得先想一下，到底咧中国做得做乜嘅料理咧？猛超马上就来金行最杯民意馆嘅挑战喽！而那要给永国诶了，边发做料理，依旧冇看到诶呢，很少吃到这料理了。好，先来问看那风吹，有呀个永国诶，你也得想到变出来菜苗都嘛该五花八门菱角酥。哇！我跟你们说，那么整齐，就今天先给他掌声。对呀，都看得有按正菜好，五花八门，法拉必宝，永国的薯。好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一听我有啊吼！大家来看一下咱出的影片哦，我用了中国二吼做嘛个料理嘞？盖热爆中国。哦，盖热爆中国二。哦，盖热嘞，用班来报等下看到。等下个比赛有信心吗？有。哎呀，你得到2分来安台上呢。我一听我就飙起来哈！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我在开始走喽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厉害哦。让大家小解一下，你要厉害啊！你要系7,000叉，7,000叉。来酥炸粉哈，然后加一汤。老詹，让大家好叫好。俩出料理啊，来，你一边做好，你要什么？那尽管我按摩一下哈，因为那道新妇哦，嘛个水酒名店哦，半条，含酒，吃哎，搭错嘞，你看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哇，干嘛干？我们在右边，咁唔系切格西吧？冇可能吧？咩，你俩新妇练晒，该分行该片手哈，鬼弄条。给全部是有做，给清淡的哦。对。不过你要投菜哦，应该讲菱角酥五花八门哦，怎么搞我去提表啊？不要随便乱改我们的菜名，好吗？你是五花八门菱角酥。该下讲还蛮个，徐州叫五花大榜哦。我还要做和风酱。哎呦，这个做呀？还要做和风酱。用一瓶先看看用心。做用买自家做，冇有哦。哎呦，哦，应该还讲自家做哦。错，要买自家腌的。这个诚意你们要给分的吧？诚意的啦。那等下做和风酱，还是特别。好。我比较好奇，给两罐的护理他命的罐呢，地图怎么？哎呀，黑啊，这是我们的屋处啦。这上面有个是不是？还下去了，这样鸡的黑毛。通常来讲哈，人家都会加味淋嘛。对，我是用蜂蜜。而且这真的很有创意。冻凤牌呢？哎呀，嘿呢。好，我们等下再都做了哈。好。哎呦，那个我以为是大闸蟹。你帮他去骨哦。对。怎么去啊？就是把这些的筋啊哈，也筋啊，然后一种剪。也顺后剪好些哈，你系扭到佢推下来，推到下来。我两边杀佢咪压面嘛。如果剪到按去剪。然後佢剪起佢，然後佢推下來，直到佢緊，剪起佢，上尾那就出來啦，骨頭等下會溶嗎？骨頭冇溶啦。你要吃嗎？
你死了。啊，孙红跟壁咚阿姐啊，昨天老大家小解一下哈，我们这边也算是五花八门的哈。俺都该学出来嘞，热红老大家讲好吗？这边都有百合，还有白果，百合，还有香菇，白果，还有笋丁，还有那个杏鲍菇啦，还有我们的虾仁，最主要软果的，今面主题的软果的嘛，所以我们会混在那边炒，所以软果的比例啊很多啦哈，好。我跟你走，它这一道真的大菜。哎呀，给你包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等下都转了。好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自己做哎，是不是一定要够忙才能当理事长？我们在跳事喽。还好你有先讲。哇，有到位哈。有，你知道是我们的那个。晴儿姐吼，佢最会泡东西，佢当然泡嘅油条，有时每年我泡几道蚱蜢啊，几道条，唔是去上过诶，听到诶，但是硬泡，哎，个皮料全部好诶啊，配料全部好啊，对啊，我要夹起哦，你要做酱的啊？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酱。哦，孔的班手是沙拉吗？这是和风酱，有比例吗？是有比例的，看你的口味啊。哦。你就是说口味，人家比较喜欢吃乌醋多一点，那你就放乌醋多一点。哦。这是蜂蜜啊，所以他弄那个摩耶自然发酵的蒜米来对，炒，你的灵魂动厉害。又一点胡椒粉。哦。啊，你要泼给虚姐哦。哎呦，你都知道什么时候点面哦？再给我一点油。这就是要靠经验。那你来讲哈，等下真来问该菱角哈，有没有当好事？你按做像该铺该天妇罗用的哈，铺出来，动特别呢。好，我得先控该片哦，放一泼一下，好呀。哇，有没有安澎湃呢？里面百宝香一样。所以芒爆哦，芒爆也很爆。哦，现炒香，现炒香先炒香长到一爆，所以等一下泡下去，这地板係全熟的东西。錯。因为等一下盖住爆喉具後哦，聽說冇買梅西啊，你們的味道從哪邊來？這裡有那個泰式的用蘸醬，蘸醬，有酸辣的呀。係啊，這個我自己做的。自己做誒？我用辣椒、檸檬那些去做的。是不是一定要夠忙才能當理事長？好強哦！好，我們等下再弄出來哈。好。哦哇，做個生活款呢？天婦羅，我們在跳事咯。還好你有先講。所以該生菜葉係不用大下，啊，該做咧不用該當背，啊，是連因是那咯，哦，大個拎醬上去，醬愛本自家拎，基本用對，安是差不多的哦，係嗎？第幾鋪啦？好，那我們就先過去了哈。好。啊，應該下個用辦爆炸我食可樂。因為你爆落嘅時間啦哈，是吧？使用你的牙籤來串起來，要給它重新連起來。連起些你炸些哈，冇到啲蛋液啊，有吧？它會增加風味，不一樣的味道。是，而且炸這個不能說一次就炸好，一定要回鍋再炸。哦，第一次炸，嘿，長為素啊，想問一下兩位阿姐，像你們學到嘅主題啊，用國嘅嗬，有冇想到用雞翼來爆啊？因為你接落你都會通啲嘅時候，我是經常咩，因為我哋啱先做過嘛，我是研究嘛，研究要把它做比較完美。哦，但是你如果是用，就是用國單方面又太單調了，我就增加那個百合，它那個杏鮑菇，還有那個筍。你不要跟我說是自己種的哦。哦，沒有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先來倒數哦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來吃看啦！最杯面館咯，你冇開料理較針到。耶！好，
唔啲觀眾朋友家看節目，我想講按照模式都用過嘅，切架沒有做看呐。唔過呢，三下嘅兩組正義都表演動站到冇上到位哦。先注意點你風吹叫下來試試看呐。那個法拉必博羊角酥。啊，先我按落一下佢哋嘅和風醬，有冇按好食咯？但中料真件配比生唔到位呢，而且好幾多一些，切連差不多幾大筆嘅，耶，也加加係用米出來。貴主席，有滿意嗎？都滿意。咱新埔目前呢最棒的是個起餅。貴主留一個用國話做結合，係，全我自然知道咧。我識到哈，像你迄薄嘅東西，加上你將來哈，食了客唔會按人少啦。我談看一下歷史中嘅想法咯，吼。你做係當好食哈，因為幾兩用嘅梅嘅湯去做，嘅風味更很好食。沒可能因為加梅哦，所以食起來會甜。對對對，有紅又甜的哈，又酸又甜。個甜不就有層次誒？對，其實按綜合起來，棒，一級棒。啊，十個咧問一下壁咚阿姐。加油炸哈，配了去這個所謂和風醬啊，全現當好。韓國佢都做得上到哦，種國個做得用鋪嘅來做，本身就很聰明。佢配其他嘅醬菜，韓國嘅和風醬，哎呀，真讚不絕口。不過你一下先來食看下，藍水你一片咪當厲害哦，嘅雞翼爆裝角嘅，嘅幾多食？呢度呢，當這部嘅一個料到呢度最主要呢，嗬，一個用過嘅熬到佢用粉粉香香嘅當蘸料，佢主席知道用辦？佢啲底包起來嘅料，哦，當豐富哦。佢我自然知道咧。哦，我頭先一看那道項目就是捲起來呢。個底尾都包啱豐富，啱澎湃嘅，啊食起來個皮又酥酥嘅，真嘅挺好食。啊，歷史中自家嘅講看。中國嘅時候，都講的入菜哈，食材還是提示說，一般人鋪東西，是混個粉啊、炸粉喺度，豬炸粉喺度，像豬炸粉下去的時候，你也該蓋個皮啊，是我本豬炸粉染睇咧，我個梅還是想混個軟。個鋪出來食油凍醬。啊，皮凍阿姐咧？剛剛歷史中講去骨，真的我們兩個有在演練，真的是很難。本來要那個封口，跟牙籤穿不過，還講哈拿針線好了。可是線對之後要拆，又怕吃到線，所以我們還是用那個牙籤。因為中國嘅大家可能食過，不過中國抗毒嘅雞嘅地位真經唔食過。對不對？非常創新嘅做法。咁我等下就喺度看下師傅運用辦來評分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呢，馬上就要到了。先來請你嘅邱師傅搶本分數。風吹日風。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峰哥搶本分數。咩風吹？好。我不敢當誒，不敢當。結果係偏少嘅啊。還蠻敢演繹咯。藍翠哈，它所有的味道都有醃製過，所以它的米凸哈都有進去。不過，今鼻的主題是臉骨，這個雞翅裡面菱角的成分比較少，風味吃比較沒有出來，好就有一點可惜。不過李師總在處理這些食材上其實是很 OK 的，很到位的，只是差在我們的主題臉骨。醃米拖哈沒有呈現到那麼突出，那捧吹哈，它就是因為它每個食材料連炸粉都有把它區分開來。不過哈厲害就是它的梅子醋做出來的醬汁很搭這些食材的風味，讓我比較驚豔是在地的體餅哈，這個米拖哈，沾出來的味道竟然這麼的棒，所以今天這個主題。在菱角上的呈現就多了一點分數，謝謝。好，阿邱師傅未撈嗌咧，我哋公平一下。咁我本藍隊吼，因為上擺係講用個雞翅嘅時節以外，禁止用過多嘅個食材落去，因為根本嘅主題係菱角，菱角其實愛做愛慢嘅，個菱角都要壓成泥，不用記得去個汽車廠磨一個擠落去時候咧，喺點子講該。泰式的cái田雞醬，佢誒梅頭下創，被蓋過cái菱角。哦，對。而咩點吼？講對向我想法係講，佢cái鋪嘅cái真緊鋪到又斜又順暢，我到啲個分裝嘅時節到了下，點解面前嘅時節
很会切，哦，也会甜，很会甜是讲佢个酱汁真紧系佢的灵魂。挑到档吼，有加嘛个档呼叫粉，更是一绝哦。所以我本风队，咱队拍摄。应该。冇想到哦，其實你係有按到嘅技巧哦。我紅人看呢翻，你可能看唔正，唔過呢必須廚師就一定洗撇步，今日講真嘅兩組都當真的表現，馬上出來頒獎勵。耶！好了，今日呢必須講真嘅呢，我聊好緊張哦，很刺激耶，因為兩組嘅表現都色彩色的相當，後底有評審哦，佢哋連別人本地按度嘅指教，兩組都係大頭名，寫了恭喜風吹得到10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！好，這位評選哦，咱順便係大頭名吼，就得得到2500嘅加彩金。恭喜！太開心了！好，按歡喜哦，先來搶貴族機，要不要參加？先對老太太講一下。要不頭一擺參加，真是當緊張。木卡有買來先來去做，很做得嘛。哦，還好，今天有得獎。然後我又用你新婦菜梯的起餅，然後起餅當好食，大家來多聊新婦哦。日天可以看你的起餅節的時間，可以買你的新婦的起餅來食，真是當好食。真經很讚的，我看佢個中商都有下講法，較強爽哦。緊張記下你咧，按自身你的聽一擺了就唔是緊張咯。哦，按一擺呢帶廿個不卡你，還有其他按多年向下來呢。好，佢我介紹來幫你老太太分享一下。我咪喺聽一擺來參加啲按用人錄像。心情唔啲輕昂昂下嘛，但係都唔啲好緊張啊！所以則通俗嘅則慢慢就配嚟做，當新聞啲製作單位幫我到呢班嘅機會，你很有機會嘅話，我會繼續嚟參加。我過來哦，因為唔好緊張啊，嗬，睇緊你要當好咩？你做得好多好彩色，你看家喬師傅做嘅幾好食咧，好冇？好食啲，好食。恭喜！其實風吹啊，咯，你一家自主嘅節目嘅染粉啊、動情嘛，嘅情兒節哦，嘅來兒哦，就係阿炳哥嘅國小都高中嘅同學。哦，那為什麼炳哥你要保養一下？哦，來談看下咱水啲一片吼，歷史中今日當中係做啲長龍天意擺來吼，嘅感想吼，攞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今日來到當豐收啦，好多凍多啦。你講豐收係因為你阿拍嘅喏？唔係啦，好多凍多啦，希望你係電視台嘅節目有啲機會，好學習。哦，好，謝謝。恭喜！好，大家來問一下壁咚阿姐吼，今日參加感想好冇？希望你電視台還有該兩位主持人，還有最重要嘅就是該兩位師傅哈，我嘛提擺來。唉，平常心啦，因為陪姐姐來啊，大家師傅嗰度好多動作，創新係也是學習啦，啊，所以呢擺大家都嘛好多動作哈，所以要學的也是很多，希望大家謝謝。希望韓國來到一家自主，韓國啲本主持人壁咚咧吼，你看啱好。好啦，其實發現到真見到你所有嘅客家人啊，乜嘅料理呢都靠唔忘記，不管係水塘烤這個料理風流蛋，也係講要爆香哦。地圖嘅食材佢都做來做變化，講真見呢，你也都哦，是比你師傅還較厲害咯。真勁哦！很自信你得來。恭喜！你看，記得兩組吼，無論去到哪個食材吼，全做得做出動好嘅變化，所以咪真勁非常歡迎台灣所有嘅偶然夾來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你家自主等等你，向下來報名，向下來到鬧熱各位，唔是緊張哦。再見。拜拜，恭喜！